手法層出不窮。我係真心㗎。咁都要呃唔想俾人呃，就要學識點去防範騙徒。防騙第一招，提防不切實際嘅投資產品。冇風險，一定賺，邊有咁筍？好多時都係騙局嚟。記住要提防呢類回報高到你唔信嘅投資產品。防騙第二招，不明來歷投資應用程式。No no no， 千祈唔好下載不明來歷嘅投資應用程式，入面有釣魚網站你都唔會知。防騙第三招，認識網銀安全 ABC。騙徒唔可以再呃你提供短信發出嘅一次性密碼去登入網上銀行轉賬。日後你需要透過銀行嘅手機 App 進行認證，你仲可以按個人需要主動停用網上銀行嘅高風險功能，以免被騙徒盜用。一旦見到可疑賬號警示，記得停一停，諗一諗。有關警示會顯示至少10秒，有懷疑就要取消轉賬。談心都要小心俾人呃埋舊金，仲有幾種針對社交媒體嘅電騙類型。銀行公會提提你，學識防騙攻略，免招損失有保障。